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權哥。今日係24節氣中嘅霜降，霜降意味住天氣轉寒，初霜出現係秋季嘅最後一個節氣。民間有句俗話，霜降3候，豺乃祭獸，講明寒意漸重，冬天就快到報啦。中醫話齋，霜降養陰潤燥，防寒護衛。呢個時候天氣乾燥寒涼，容易咳嗽、咽乾、關節酸痛，特別係長者、小朋友同抵抗力低嘅朋友，要重點保護肺同脾胃。飲食方面可以食多啲滋陰潤燥、養胃健脾嘅食物，譬如芝麻、核桃、蜂蜜、蘋果、紅薯，又可以飲啲蘿蔔排骨湯、百合銀耳羹，潤肺又養胃。權哥提你，霜降一過，天氣驟涼，記得養陰防燥，注意保暖，咪俾冷風攝入身體，順順當當咁樣過渡到冬天。